为啥子被阿杜喊要抬啥绳子哎？搞你要害过他呢？我头对头害搞嘛，害过年年搞哎。这样一个龙酒嘛，也才穿牛了的哟。没法哟，顾啥搞嘛？先下龟头热起嘞。下冷度呢？想想，我那都凉了哟。我信你个鬼！我正找个宽背，这等还得热锅包出包来，给换上来。这个可以亲个一口，就可以。哎，豆豆，这还搞钱呢？那干了。这个可以亲个一口，可以，搞要亲个龙酒，还要亲个的普，那随便搞，只想找头哥，对哥只想客气搞，啥子？